佢做過唔少衰嘢，偷車打劫，大案細案反過無數次，份人仲好高調，夠膽揸車衝路障同警察挑機。佢就係因為做嘢太張揚，俾人拉咗，出咗監之後，表面睇好似洗心革面，做起正經生意，但實際繼續做緊犯法勾當。佢仲因為同門師兄有利益衝突，搞到自相殘殺，差啲冇命。呢個人就係同姓和荃灣線嘅五大金剛之一，黐線勇。黐線勇1976年生於香港一個好普通嘅家庭，真名叫嚴敬航。因為佢老豆老母都好忙，冇乜點理佢。黐線勇14、15歲，正值佢最反叛嗰陣時，成日曠課，同街邊啲爛仔鬼混，好多堂仔行錯路，多數都係因為冇好好管教，先至會行上呢條悲慘嘅江湖路。雖然佢哋反叛期已經有自己諗法，但仲未完全分清黑白，需要長輩帶路。喺呢種環境下，大黐線勇好早就出咗嚟做嘢，變成街邊其中一個古惑仔。嗰陣時佢未見過世面，淨係識喺人哋面前晒命，想顯得自己好威猛、好勁。咁佢點樣晒自己呢？最易俾人一眼睇到嘅就係戴住副黑超，坐住架靚跑車喺大街度踩油狂奔，好引人注目。80年代尾，黐線勇最大嘅夢想就係有架靚跑車，成為所有人嘅焦點，同埋佢好快就靠自己嘅本事如願以償。照一般人諗法，佢梗係會努力返工，搏命 OT， 快啲實現夢想啦。但係佢個花名叫黐線勇，做嘢自然係唔跟規矩嚟。喺嗰個冇乜閉路電視嘅年代，20幾歲嘅黐線勇就開始佢嘅偷車之旅。仲揸住啲偷返嚟嘅靚車，加入和勝和社團，拜喺社團超級大佬傻澤門下。喺荃灣嗰頭，傻澤嘅勢力獨大，就算係同社團嘅人都咪旨意掂，更加唔好講其他社團嘅人。所以傻澤班人喺社團入邊就俾人叫做荃灣線。黐線勇個膽好大，成日做啲偷嘢、打劫之類嘅勾當，做嘢又好爽快。靠住呢啲似大茶飯嘅生意，幾年落嚟，身家暴漲，手下仲有幾百個馬仔跟佢。就係咁，黐線勇就成為傻澤門下五大金剛之一，一躍成為荃灣線嘅核心人物。2007年尾，黐線勇班人係最癲嘅，佢哋好有組織性咁周圍犯案，嗰段時間俾人偷咗報咗案嘅嘢，價值都超過500-600萬，未破案嘅案件仲有好多。阿 Sir 梗係唔會俾佢哋咁猖狂落去啦，開始對黐線勇班人重手出擊，黐線勇班人只可以走佬。到咗2008年初，黐線勇又再發黐線，佢將架偷返嚟嘅車慢慢揸入沙田馬場，去到閘口一腳踩油，將馬場道閘撞到爛晒，之後落車，將架車就咁吊喺跑道上面，逼到馬場要即刻報警叫拖車。黐線勇咁做，擺明就係挑釁阿 Sir， 睇得出佢幾咁狂妄同霸道。當然咁樣狂妄，簡直係揾死。偷車之所以賺到錢，係因為有銷路，只要截斷咗條銷售渠道，咁偷車就冇晒意思。黐線勇嘅狂妄引到阿 Sir 大力打擊裝車銷售呢一版生意。2009年，黐線勇喺西貢準備賣走一架偷返嚟嘅私家車，當場就俾bắt咗佢好耐嘅阿 Sir 拉咗收監。黐線勇出咗監之後，知道佢嘅偷車生意已經冇辦法繼續做落去，不過佢早年已經儲咗唔少黑錢喺身，佢用呢筆黑錢開咗好多公司，包括金融、運輸、貿易，甚至仲有啲麻雀館。一開始仲以為佢已經洗心革面做好人，但實際上佢主業嘅貿易生意其實係走私，仲做得好大，生意好好，喺碼頭好出名。講到走私，就要講下黐線勇個同門師兄 ETB 呢個人。ETB 同黐線勇一樣都係傻澤門下五大金剛之一，
佢都係靠偷車生意起家，勢力都好大，仲好鍾意飛車。ETB 早年就打劫高級手錶零件，唔成功俾人拉咗，喺監入面多咗13年，到咗2010年先出返嚟。出獄之後，ETB 做嘅生意同黐線傭都好似仲喺碼頭收保護費，同埋喺2026年嘅時候，俾大佬傻澤力捧做社團助管。黐線傭做走私生意嗰陣，除咗行自己睇場嗰個碼頭之外，仲有一部分貨係行 ETB 睇住嗰個碼頭。黐線傭嘅走私生意咁旺， ETB 就好唔開心。作為同門師兄弟， ETB 梗係要對黐線傭關照客啦。佢提出，睇喺你係我同門師弟份上，想喺我度出貨要加錢喎。大家開門做生意都係想揾錢。佢同 ETB 係同門， ETB 唔單止冇俾優惠佢，反而仲加佢價。黐線傭自然火都嚟，但係有啲貨始終都要行 ETB 睇住嗰個碼頭。於是黐線傭多次上門揾 ETB 傾，但係 ETB 死口咬住要加價唔肯放，兩個人亦因此結咗仇，手下班人明爭暗鬥，有幾次仲差啲打起上嚟。眼見班門生搞到咁大鑊，大佬自然唔可以坐視不理。2020年9月7號晚，所澤就約咗佢兩個門生出嚟食宵夜。席間黐線傭黑口黑面咁同 ETB 講，生意難做，唔好成日諗住加價，我唔希望到時搞到兩邊都唔高興。ETB 毫不留情咁窒返佢，轉頭我又不嬲都冇唔高興，想同我玩，我奉陪到底。嗰晚雙方冇傾掂數，最後不歡而散。傾唔成之後，黐線傭正打算去停車場揸車，點知見到停車場入面有幾個馬仔衝咗過嚟，好似想攞佢命咁。黐線傭即刻鑽入車廂，踩行油門向屋企方向飛奔。呢啲情節喺香港黑社會電影入面成日見。喺返屋企條路上面，本來以為避過一劫嘅黐線傭仲好乖咁停車等紅燈。正當佢諗緊係邊個想對佢落手嗰陣，車窗邊有架電單車停咗埋嚟，個電單車司機戴住頭盔，根本睇唔清個樣。只見個司機從袋入面吐出支槍，對住車入面嘅黐線傭就開咗一槍。黐線傭回過神，一腳油門衝出去。黐線傭架平治真係唔愧係豪車，動力十足，直頭將前面幾架車撞開。仲有架的士俾佢撞到調轉咗180度，黐線傭就係咁樣死裏逃生，成個過程都唔夠5-6秒。不過黐線傭左翼中咗槍，個位已經流晒血。黐線傭知道呢一個係佢生死關頭，油門踩到盡，去到1.6公里外嘅伊利沙伯醫院。呢1.6公里對黐線傭嚟講好似冇盡頭咁，一到醫院，佢連車門都嚟唔切偏，就直接衝咗入急症室。黐線傭求生意志好強，醫生醫術又勁，硬係將佢由鬼門關救返轉頭。事後警方查案，喺現場揾到一粒9毫米子彈殼。過咗1個幾月， ETB 俾人請咗去差館飲茶，雖然佢俾咗10萬蚊保釋金出返嚟，但都擺脫唔到同黐線傭單嘢有關嘅嫌疑。黐線傭係做呢行嘅，有利益衝突嘅肯定唔止一個，而且佢喺2020年7月入過去葵青區插旗，掂到當地社團嘅利益，對方對佢都好唔滿意。換句話講，個槍手冇俾人拉到，所以都唔知係咪 ETB 喺背後搞鬼，定係有人趁呢個機會想嫁禍俾佢。不過無論係邊個做嘅黐線傭，都係作惡多端嘅人，就算俾人殺咗，都冇乜好值得同情。